神道生命，詩篇第8篇。尋日母親喺後院鋸樹，將一棵桑樹鋸咗落嚟，以免喺夏天嗰陣時要每日不停咁樣嚟掃桑子。不過雖然我太太同埋佢嘅弟弟喺旁邊度幫手，然而母親都係未能夠將最高嘅嗰支樹幹鋸咗落嚟，只有等我外出返嚟之後，先至可以幫佢鋸下呢一支餘種。跟住我又將已經被鋸落嚟嘅一大堆樹枝嘅橫枝都一一鋸落嚟。就喺呢個時候，我發現原來喺細心察看呢棵樹嘅時候，有好多地方係我平日喺後院走動嗰陣時未有察覺到嘅。但係話呢棵樹嘅橫枝有粗壯嘅，有幼細嘅，有彎曲嘅，有筆直嘅，亦都有一啲係半彎不彎嘅。總而言之，單從呢一棵樹嘅樹幹嚟睇，就已經可以使我感受到神創造呢一個宇宙世界嘅奇妙。冇錯，當我哋忙碌住自己嘅事情嘅時候，係唔容易察覺到好多美麗漂亮嘅嘢就喺我哋嘅身邊。而且從呢啲嘢嘅身上，我哋可以見到造物主嘅奇妙同埋偉大。試諗下，當你行喺公園嘅路上，隨手執起幾片楓葉嚟仔細觀察，你就會驚訝自己所發現嘅嘢。原來楓葉嘅3條主脈長短不一。楓葉兩邊係唔完全對稱嘅，葉邊嘅齒牙亦都係大細不一，葉面葉底嘅顏色同平滑度都有唔同。更加特別嘅係葉嘅尖端原來係平嘅。其實我哋唔需要停留喺呢啲視覺嘅觀察上，都可以用耳嚟聆聽，用手嚟觸摸，甚至咀嚼、品嚐同埋感受，發覺呢一塊葉好靚，而枯乾咗嘅葉又會變到好脆。佢更加使人諗到秋天，諗到生命嘅終結，而願意更加珍惜今日。怪唔之得使徒保羅亦都曾經咁講：自造天地以來，上帝的永能和他的神性是明明可知的，雖是眼不能見，但藉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曉得，叫人無可推諉。因此我好鍾意經常咁樣對人話：呢一個係一個神道嘅世界，神道嘅生命。意思即係話，只要我哋放眼四方，留心下周遭嘅事物，你就唔難發現，原來萬事萬物嘅背後都可以睇到神嘅作為。佢嘅道路唔隱藏，而係鮮明嘅。而且呢個係一個要經歷咗先至可以明白嘅層面，而唔係單單靠口頭上嘅解釋就可以明白。舉個例，有好多人都曾經有咁樣嘅經歷，就係當佢哋仲埋首喺自己嘅事業、學業、愛情、工作呢啲各種嘅忙碌當中嘅時候，佢哋對聖經嘅話語係一啲都聽唔入耳。但係若果有一日，佢嘅心懷放開咗，偶爾攞起本聖經嚟閱讀，又會發現原來喺呢本書裏邊早就已經有指引生命方向嘅原則。唯願我哋每日都可以放開心懷，睇下呢一個神道嘅生命係幾咁漂亮同埋偉大。